開緊美容院嘅你有冇咧諗過產品服務都到位，優惠咧都做晒啦，但係咧你嘅熟客都好少主動咧去介紹新客俾你。上個禮拜咧，我同一個開美容院嘅老闆咧傾開偈，佢話近排生意咧真係好靜啊，就算咧推埋廣告都好啦，都冇乜新客入嚟噃。咁熟客咧話我唔借家衣退翻啲 package 錢已經偷笑啦，就唔好咧要佢帶啲新客入嚟。咁我就問佢啦，你公司最好賣最多客 book 緊嘅嗰部美容機，你會唔會咧主動咧去介紹俾啲同行咧？咁啊，你諗到都係點答啦？咁梗係唔會啦，最好咧條街越少人啊用呢部機越好添啊！我相信咧90%嘅人咧都會咁諗，因為覺得咧攞到更加多嘅生意，必須要咧同同行競爭。大家服務咧如果都係咁好，價值上邊差唔多嘅時候，咁啊大家比較嘅咧就係產品上面嘅差異化，要同同行嘅人有所不同，先至能夠咧避開用價格戰去攞生意。咁啊，假如你都有咁嘅諗法，咁就大錯特錯啦！我今日咧就要用種子法則同大家拆解點樣咧先可以實現客戶自動轉介紹，唔使靠推銷，唔使靠低價錢，你只需要咧做好2個種子動作就足夠啦。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快樂商道，我係 Penny 黃希志。我自己咧就會習慣咧會留意翻市場上邊嘅 marketing trend， 咁啊大家做緊嘅宣傳策略，其實咧或多或少都反映緊而家市場嘅情況。但唔知道咧大家有冇留意？其實啲宣傳咧都會有佢嘅誤區，我哋就用以美容院咧做一個例子。你打嘅廣告用平價做招來，啲客咧又會擔心上到咧會俾人咧硬推銷，講啲效果點勁，又覺得咧你講嘅嘢咧誇大失實，反而咧佢就唔信你啲嘢咁正喎。講到你服務幾貼身幾好，環境又幾舒服，啲人又覺得喂呢啲基本嘢嚟嘅啫。咁啊睇到呢度咧，覺得喂好正常啫 ，Penny Sir，我哋做宣傳就梗係咁噶啦，唔係可以點啊？咁呢個誤區咧就係講緊大家都唔理解事情本身嘅空性。喺之前嘅視頻入邊咧，我都同大家分享過關於空性嘅概念。如果你未睇過嘅話，大家咧可以撳翻上面呢個連結咧睇翻就可以啦。萬事萬物咧都本身有佢嘅空性，而空性代表嘅係一個潛能。喺唔同嘅宣傳入邊又有啲咩關係咧？你會諗，你做嘅廣告講嘅效果做嘅優惠，本身咧就係想吸引新客戶。但如果你明白空性，咁就會了解到。你做嘅宣傳策略本身所用緊嘅優惠，所講緊嘅賣點本身，其實咧係冇任何可以成功吸引到客戶嘅特質噶噃。聽落去你覺得哇好抽象啊，但如果你諗深一層咧，就會發現有啲人賣廣告吸到客，有啲人賣廣告就完全冇反應。有啲優惠咧可以咧引嚟到新客去到你嘅鋪頭，有啲人咧做咗好多優惠都好啦，啲客咧反而覺得你氹佢上去之後咧就會咧掠佢一筆。所以咧喺呢度咧會發現到咧宣傳策略本身。同你希望得到嘅結果咧係冇必然100%嘅關係。咁如果係咁咧，咁點算？唔通咧真係咧要躺平乜都唔做，連廣告都唔賣咩？我知呢有個學員咧，正就係咧做美容業㗎。啱啱嚟上堂嘅時候，佢生意咧非常之差。一嚟因為咧經歷完疫情，已經好一段時間咧冇開門做生意啦，要花啲時間咧同啲客 warm up 翻聯絡翻。咁啊二嚟咧佢本身好明白咧客戶好怕被推銷。而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一套嘅經營手法，所以咧佢主力咧就中意做啲單次嘅美容服務。咁你可以諗下啦，客戶冇買 package 喺度喎，連想咧繼續用埋自己 package 嘅呢個誘因咧都冇。佢咧溫翻盤生意啊，其實咧從由零開始一啲分別都冇㗎。所以咧佢嗰陣咧現金流非常之緊張，又要打廣告，而廣告嘅成效咧又唔太理想噃。所以咧壓力超大。當時咧我就問佢啦。你想令到客戶主動介紹分享你嘅服務，咁你自己咧有冇經常主動分享其他人嘅生意呢？比如你合作緊嘅儀器供應商嘅服務咁好，你有冇咧喺行業入邊提過呢一間嘅公司售服務咧非常之到位？你經常去餐廳出品穩定，有冇咧同啲客戶傾開偈嘅時候同啲人分享？哇！呢一間餐廳嘅燉湯咧好適合你做完美容之後咧去飲咧。咁大部分嘅老闆咧習慣咗將焦點放喺自己嘅生意度，但係咧就忽略咗種子法則咧嘅核心就係你想要啲乜嘢嘢，你應該去給予出去。當你咧好孤寒，唔想幫別人嘅生意做推廣嘅時候，自然咧就好難收到客戶主動為你嘅生意做推薦。我呢個學員咧一聽完我嗰堂課之後，馬上就調整咗成個咧做事嘅方向，做咗件咧令到成個團隊咧都好意外嘅事。咁啊，開始咧花時間去參加一啲嘅商會，佢嘅目的唔係咧想識嗰啲人擴展人脈，而係佢知道喺嗰度有最多做緊生意嘅人啊，
佢有機會咧去推薦唔同人嘅產品服務俾唔同嘅人。佢同事咧當時梗係好唔明白啦，公司人手又唔夠，喂，老細你做乜仲要花時間咧喺商會上邊？咁啊，老闆就好明白啦，種子咧要種喺適當適合嘅土壤入邊，幫助咧嗰啲自己都有相同需要嘅人，種子咧先能夠咧長得更加快嘅噃。結果咧佢喺短短嘅幾個月入邊，佢成功咧咁令到公司嘅客戶咧增加咗6倍，而且最高紀錄咧佢試過喺冇任何宣傳嘅情況底下，一日收到8個新嘅 inquiry。咁其實坦白講，呢個老闆咧真係好聰明啊，因為佢咧喺精準咁規劃點樣咧去播種。咁啊，第一樣嘢就幫助咧優質客戶群嘅商家，而唔係咧並非咧盲目去幫所有嘅人。咁啊，第二咧就係分享自己嘅人脈資源，就唔係咧好勉強夾硬嚟咁付出去幫人。最尾一樣嘢就係佢唔貪圖即時嘅回報，佢只係咧單單咁關心對方嘅需要。好多老闆咧自己都有個誤區㗎，覺得咧要為別人咧去轉介紹，需要好多好刻意花時間去推銷咧對方嘅服務產品俾其他人。其實咧啱啱係調翻轉㗎，最好嘅轉介紹咧係你好唔經意咁樣咧將啲嘢分享出去。咁啊，用個剪頭髮做個例子啊。如果咧你用開嘅髮型師係好正㗎，咁啊你係要等人哋問你有冇髮型師介紹啊，定係你去主力去 sell 嗰個髮型師咧？抑或係咧你剪完頭髮嗰一日，即刻咧 post 一張咧靚相上 Facebook 社交媒體，等多啲人咧見到你呢個髮型師嘅功力。又或者咧喺平常嘅一日，簡單打扮完之後咧做個自拍，寫住好嘅髮型師咧係令你嘅髮型無需要花時間去 set，就已經咧可以好自然又好睇咧。所以核心邏輯係你種下咧幫朋友輕鬆分享嘅種子，先至能夠咧得到客戶主動分享嘅果。你越自然越生活化，朋友見到你嘅分享，先至咧唔會覺得你咧喺度推銷 sell 嘢，反而咧你一味好認真咧同啲朋友硬 sell，啲人咧就會越反感，反而會種下咗令到別人反抗嘅種子。我呢個學員由嘗試到穩定咁得到結果，關鍵咧就在於喺我哋課程入邊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工具，就叫做咧種子計劃簿。咁咧呢個咧唔係一本普通嘅日記喎，係點樣咧將你從一個種子小白變成咧專業農夫嘅工具。播種嘅小白咧就好似佢每日都做咗好多好人好事，但係冇規劃、冇策略、冇目標。咁啊雖然好事做咗好多啦，但係咧本身嘅價值就唔能夠放大。調翻轉咧專業嘅農夫，佢好清楚知道點樣去幫人，有計劃、有跟進，確保自己咧可以批量、精準咁種好多咧正確嘅種子。咁另一方面咧，如果你要將你種下嘅種子能夠咧令到佢提早打開，咁咧一定要淋水。喺我哋嘅種子法則入邊咧，亦都提到淋水就一定要做咧咖啡冥想啦。如果你唔知咩咖啡冥想嘅話咧，可以睇翻我哋之前嘅視頻，每日定時咧咁記錄自己幫助其他人做過嘅好事，每日定時咁為自己做過嘅呢啲行為感到開心，就係咧幫緊你嘅好種子咧去淋水加溫。我聽過咧好多學員咧都同我分享過，佢話以前做咗好多好事咧，好快咧就會唔記得晒噶啦。而家有通過記錄同埋回顧，先發現原來每一次幫人之後啊，嗰種嘅價值感，其實咧係喺幫自己嘅種子淋水。呢種咧就係講嘅咖啡冥想嘅作用，用正面嘅情緒幫你嘅種子注入滿滿嘅能量，令到咧打開生長嘅速度咧變得更加快。所以咧我呢位做美容嘅學員啊，即使佢停咗唔落廣告之後，因為佢改變咗佢嘅策略，改咗用種子法則嚟咧去創造更加多嘅客戶。新客反而咧有增無減啊！正因為呢套系統精準咁播種加持續嘅淋水，令到咧佢努力而不費力咧咁生意增長。咁啊呢個咧就係播種小白同埋專業農夫之間最大嘅差別啦。最後咧想分享啊，好多老闆都關心嘅點啊，作為美容院老闆，一定係美容院嘅生招牌。大部分嘅老闆咧已經係好注重個人嘅外表、樣貌、衣着。咁但係除咗外在形象之外，乜嘢咧先係真正嘅吸引力咧？能夠令到你嘅客戶更加中意你啊！咁我見過咧唔少嘅美容院老闆啦，妝容精緻、穿着得體，但係客戶咧接觸咗之後咧就覺得有啲距離感喎。反而有啲老闆咧打扮簡約，令人感覺好舒服、可靠可信。所以核心在於咧，你有冇種下唔生氣嘅種子？咁有啲種子咧好容易理解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啲咧就係好細微噶。如果你成日都因為咧小事發嬲，個客遲到咧，你就會變樣，
員工做錯事，你就會不停咁去批評佢哋，甚至咧連日常生活入邊啊，所有唔如意嘅事情，你都會好輕易咁影響到你嘅情緒。呢種負面情緒咧，就會為你種下咗一個種子。就算咧你再悉心打扮，客戶咧都覺得好唔自在，見到你就有啲唔舒服。反之言，如果你能夠好鬆容咁咧面對所有嘅突發情況，對於客戶嘅挑剔，你都能夠耐心同佢解釋；對於員工嘅失誤，你可以理性指導。呢一種咧唔俾情緒左右嘅狀態，就會能夠種下令到人人咧都中意你嘅種子啦。所以咧，讓客戶覺得你有吸引力，唔係關於外在嘅基礎，而係咧喺你內在種下咧唔生氣嘅種子，先至係關鍵中嘅關鍵。比任何嘅化妝品都更加咧能夠贏到信任。今日講嘅兩個動作，精準咧咁播種，幫助啱嘅人。好唔經意咧嘅分享，你覺得咧邊一個咧更合適？你即刻去開始咧。最後咧，我想問一下，你最近咧有冇幫助過咧你嘅同行或者客戶？當時咧你感受咧究竟係點嘅咧？咁就歡迎你喺評論區咧分享一下，我哋一齊咧為好種子淋水。下期見，拜拜。如果你中意咧我呢條視頻，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我每星期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新嘅內容。如果唔想錯過嘅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